訂做家私咧，諗住慳位又靚仔啊，點知咧報價單突然之間多咗幾頁附加費喎。今日咧就同你拆解一下咧家私報價單嘅一啲隱藏收費啦。近日就睇到一篇報道啦，文章報道一個裝修嘅苦主咧，佢做咗一件家私，貴之餘咧仲有好多嘅附加費喎。但係咧手工又唔好，而且咧佢哋都鋪咗張報價單出嚟，咁我就細心睇過啦。今次咧都真係大開眼界。嗱，內容咧就係一個12尺嘅高櫃啦，初步報價咧係2400蚊一尺嘅。咁個櫃總共長度係12尺啦，報價就28000蚊。咁呢個價錢咧絕對合理嘅。不過重點嚟咯，到最後啊，居然變咗7萬蚊啊！咁究竟中間嗰幾萬蚊係點嚟嘅咧？咁再睇落去咧，先發現咧原來後家嘅玻璃啦、燈啦、鏡啦，佢基本上單價咧就異常咁高啦。基本上咧已經係超出咗業界嘅標準㗎啦。如果係可以好清晰咁樣寫明一啲嘅配件費用單價幾多嘅話咧，到設計完咗出嚟，再按照實際嘅使用量去計算價錢咧，其實呢個咧都屬於係明碼實價，就唔係隱藏收費。嗱，咁再睇翻張報價單咧，佢個玻璃啊已經額外係收多咗21000蚊㗎咯喎。其實呢個價錢都足夠做多個6尺衣櫃啊。點解佢會收得咁貴咧？佢嗰個玻璃嘅平方尺咧每尺係250蚊嘅，咁呢個價咧就的確係偏貴嘅。當然啦，如果喺呢個公司一早已經係列明咗，或者佢同客人已經講得好清楚㗎啦，咁樣客人就要自己去衡量翻，係咪真係需要做咁多玻璃附加咁多費用呢？最後啊，同大家總結一下啦，明白到好多客人咧都好希望我 WhatsApp 咧先了解咗個初步報價啦，但係往往咧冇經過同設計師嘅互動建議溝通啦，講唔到你嘅基本要求啊，咁所以可能喺 WhatsApp 嘅報價同實際嘅價錢咧係會有落差嘅。嗱，建議啊，你可以約時間去到佢哋嘅門市啦，一來可以參觀一下佢哋嘅實體店，睇睇啲手工啊板材啦；第二亦都可以當面同設計師去溝通，講出你嘅要求，咁就唔會發生一啲咁驚人嘅後加收費啦。最後整多2個 tips 俾你啦。第一，簽單之前一定要白紙黑字睇清楚張報價單裏邊有冇清楚咁樣去列明啦每一項嘅附加收費啦。而第二啊，必須要求佢分階段咁樣收費，可以參考下呢個嘅分期收費方法啦。首先係10%嘅設計訂金啦，跟住係50%嘅生產訂金，再落嚟咧就係30%出貨訂金，即係臨出貨前咧俾90%先係啦。去到最後尾嗰個尾數啦，即係剩翻10%咧，可以喺安裝完之後啦，驗收過晒覺得冇問題先找清呢個尾數。希望呢小 tips 咧可以幫助到你啦。嚟緊如果想裝修或訂做家私嘅朋友咧，可以留言話俾我知嘅。記得 follow 我嘅 Facebook 同埋 IG 啦，主要會教你一啲裝修防腐啦同埋慳錢攻略嘅。我係 Benny，下次見，拜拜。